嗱，而家呢一度咧就係做緊最尾嗰一塊啦。咁而家就係最後一行呢一度引拔。引拔完之後咧，我哋就要將第一塊同埋最尾嗰塊合拼。咁而家呢度引拔已經最尾嗰個完嘅啦。咁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去翻第一塊嗰度咧，就將佢合拼變成一個圈咁。咁啊，留意咩咧？先咧將佢咧擺好，唔好反轉。咁所以咧，你擰嘅時候要擰啱佢，大家都係正面，唔好一陣間扭咗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就去翻第一行嚇嘅第一個 V。咁所以咧，你就要揾翻你自己嘅第一行嗰個 V 字喺度。呢一度咧就引拔。嗱，咁你會見到咧，咦呢度會有少少擘開喎，咁其實咧就攞翻嗰個線咧，將佢咧頭尾再縫埋呢一度就可以噶啦。咁咧做嘅時候，當然你其實一開始起鎖針，其實你都可以將嗰324針咧就將佢拼埋咗一個圓圈再勾嘅。咁但係其實咧，如果萬一有意外就會比較麻煩，我都係建議咧就一做完個鎖針之後咧，就做第一塊，咁就唔好合拼啦。咁因為如果萬一有需要嘅時候咧，再黐就會比較方便啲，好啲。好啦，嗱，當你引拔完之後，自然有個圈圈啦。我哋呢度咧就要將佢索實，咁所以咧就要先將呢一個圈拉大，然之後我哋會做個導線嚇，咁所以咧就將成個嘅冷球咧就穿落去呢一度索實佢。咁咧，由於我哋下一行咧就要從呢一個山頂嗰度開始，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做個導線，將條線掹上去。咁我哋會揾翻開頭嗰個角呢一個位，嗱你見到啦，呢一度有一棟呢一個角，就將個線咧喺呢一度拉上去。嗱，咁導線嘅時候咧，就首先呢度咧寧願佢鬆啲，所以你掹長少少都冇所謂，因為之後我哋其實會包住，會睇唔到呢一條線，咁所以咧就算長啲都冇緊要。好啦，你掹好咗啦，呢一個其實就係你第一針。咁我哋再做嘅時候就會成個 V 字咁樣就插翻落去。咁你見到啦，佢就會一路咧一對一咁。咁我哋一樣咧就會做翻12針。咁挑翻12針之後，我哋就會去對面嗰度咧，就係11行咧就會平。呢一度2、4、6、8、11，好啦，呢一個係第12個 V， 好啦，呢一度係12針，好啦，12針之後就第13針就係平嘅啦，咁所以一樣啦，嚟翻呢個嘅時候，呢個一樣啦，咪個 V 字第一針咯，好啦，然之後勾翻出嚟啦，咁呢度13啦，咁我哋就一路每一次都係拉2，咁你見到佢就係另外一行啦，咁慢慢咧就會將隔離咧就會黐翻埋一個菱形咁樣。好啦，然之後第二行咧一樣啦，呢度。好啦，然之後呢一邊可以成個 V 字插嚇，咁然之後一路咁樣拉，咁你就會見到一路做嘅時候咧，嗰邊嗰個菱形咧就會黐埋嚟嘅啦。咁然之後呢個就會有一個菱形喺呢一度。咁當然啦，黐嘅時候亦都有啲人咧中意插半個 V， 咁你呢一度一橫可以 keep 住佢，亦都隨你。咁下邊呢一度一樣，你亦都可以咧呢一度插半個 V 字，咁就係外邊嗰半邊 V 都可以嘅，咁就隨你自己。咁我哋就會一路呢一度做翻一格啦，然之後呢度做一格咁樣。咁去到最尾嘅時候一樣嘅，因為你呢度拼咗埋你嘅時候咧，呢一個位置咧其實都係會嚟翻呢一度引拔，咁就會再下一層。而家呢一塊咧就已經係即係引拔，咁然之後就會喺
角位嗰度再開始下一片。嗱，你見到啦，而家呢一個去翻你第一針，即係你呢度12個 V 嘅第一個 V 嗰度篤翻去啦，引拔佢嗰一塊就已經平埋咗。咁呢一個其實就係個圈，就係你嘅第一針。咁所以一樣啦，呢一度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然之後呢個係第12針。咁嗱，引拔完呢一度嘅時候，又嚟翻呢個即係第一針，咁就13啦。然之後一樣啦，呢度一樣，每一次都係拉2個圈，咁你就一格一格咁樣就會拼埋去嘅。咁你呢一度嘅時候又再黐翻你呢邊，呢度有一個菱形，然之後再上嚟角位嗰度又另外一個菱形，咁一路一層一層咁樣就拼上去啦。而家呢一度咧就去到最尾嗰一格。咁啊，最尾嗰一格咧，一陣間嗱，我哋之前咧呢一度就會有條導線咧，一陣間我哋就可以包住佢嚟勾，咁嗰個導線咧就唔會再露出嚟，亦都唔需要收線頭嘅。一樣啦，我哋而家係第2行最尾嗰一格，咁我哋咧挑完第12針、第13針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包住佢。而家咧就挑緊第2行最尾嗰一格，咁啊最尾嗰一格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包翻呢個導線。咁你見到啦，呢一個係第1行嘅第一格，呢個係第2行嘅第一格。咁當我哋做嘅時候咧，就將條導線拉上去，掕上去呢個第2行嗰度。咁咧呢一個一陣間我哋去到最尾就會包住佢。咁一樣啦，最尾嗰一格嘅時候，我哋一樣咧係會挑翻12針嚇。咁呢一度呢個好啦，因為我哋呢度未連埋，咁所以其實挑嘅時候咧，呢度應該 suppose 係咧連埋咗就有個窿嘅。咁啊，由於我哋呢度未縫埋啦，咁所以其實呢一度都會有。好啦，而家呢一度就12一樣啦。呢一度咧就係第13針，即係第1行嘅嗰個 V 字啦嚇。咁你做嘅時候咧就係包住條啷，咁包住條啷咧一路勾嘅時候咧，就將個導線咧就可以藏咗喺裏邊，咁一樣啦。呢度拉嘅時候都係2、2、2、2咁樣。然之後呢度一樣啦，再插翻個 V 一樣照包。咁啊，後邊就唔會睇到嗰條線。咁去到最尾，其實呢一格都會係一樣嘅。到時都係會再導線呢，就上去第3行嘅第1格。嗱，而家你見到呢一度做嘅時候呢，嗰條線呢就包住咗，咁所以呢，就唔需要呢再特別呢就收線頭㗎喇。而家呢一度就係最後一行咧引拔啦，一樣啦。嗱，咁引拔完之後一樣啦，將個圈拉大佢，然之後將成個嘅冷球將佢穿落去索實。索實咗之後咧，一樣咧就要去翻頂呢一個 V 字咧做下一層啦，咁所以咧你嗰個導線咧就會喺後邊，咁啊記得啦，即係寧願佢鬆啲，咁咧佢唔會影響你嘅，因為一陣間包住咗之後咧，其實你係見唔到咧佢嗰條線喺後邊嘅。好啦，咁變咗你做完呢一個
引導線咗之後一樣啦，就好似平時咁樣，照樣咧就挑翻上去，咁就可以再做就下一層啦。咁啊層數多少其實你自己中意啫。根據我哋嗰個圖樣咧，其實係做3層嘅。而家呢一度就係最後一行咧引拔啦，一樣啦。咁引拔完之後一樣啦，將個圈拉大佢，然之後將成個嘅冷球將佢穿落去索實。索實咗之後呢，一樣呢就要去返頂呢一個 V 字呢做下一層啦。咁所以呢，你嗰個導線呢就會喺後邊。咁啊記得啦，即係寧願佢鬆啲。咁咧，佢唔會影響你嘅，因為一陣間包住咗之後咧，其實你係見唔到咧佢嗰條線喺後面嘅。好啦，咁變咗你做完呢一個引導線咗之後一樣啦，就好似平時咁樣，照樣咧就挑翻上去，咁就可以再做就下一層啦。咁啊層數多少其實你自己中意啫。根據我哋嗰個圖樣咧，其實係做3層嘅。